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开始，咱们用几礼拜的时间，做伙来看领受诫命这个主题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知影，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甲诫命。这律法甲诫命，对伫今仔日踮伫台湾的咱，到底有啥物款时代性的意义？伊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？这是咱这系列的主题，要共同来思考的。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先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感谢你常常用你的话来加做阮生命的帮助。因为阮相信你的话充满气力，会当更新、调整、改变阮的生命。主啊，这个时刻，我们来领受你的话，求你帮助阮，开阮心灵的目睭，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话语的奥秘，也透过你所享受的信心、听心，互阮会当将你的话、你的教示实践出来，运用伫阮的生活中间，互阮领受祝福，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拄则透过书会所读的这大段的圣经，就是伫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17节。咱若详细来看，咱会当发现讲，这就是有关10条诫命甲律法的记述。当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了，因已经得到自由，但是咱来理解，自由的人必须要有律法，因为咱人拢有罪性。特别这群以色列人，因伫迄个时阵，他出埃及，因也未完全认捌上帝。如果若无律法的约束，因会变作无法无天。安尼，因所得到这个自由，不但不是因的祝福，可能是因的灾难。所以，上帝透过摩西，互因有这个律法会当来遵守，互因固守伫这个律法中间。但是，咱一般来讲，咱讲到律法，讲到法，咱拢会感觉讲，安尼就是一种束缚，就是一种限制。表面来看，确实是安尼。但是咱若详细来读上帝互咱的律法，咱就会当明白，这是要互咱真真正正得到心灵自由的方法。所以咱来真详细用几礼拜的时间来看律法。咱首先先来看这10条诫的结果。咱来看这个投影片的这张图。咱来看见着10条诫，哪亲像是不是相款？有一个直的这个方向，有一个反的这个方向。这个方向是咧讲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另外一个部分是反的，是咧讲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，这是记载伫10条诫的头前的4诫。这讲起着人甲上帝安怎爱建立什么款的关系？其实这是咧对咱讲，人爱先甲上帝中间保持一个好的关系，因为这是人生命成功失败一切关键的所在。人若会当处理好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安尼伊生命中间所有的问题都会当得到解决。所以10条诫的头前4诫，伊咧讲起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然后咱来看第2个部分，10条诫后面的6条诫是讲起有关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就是咱今日所讲的人伦关系、人际关系。上帝互人律法，就是爱互人保持人甲人中间真好的人际关系，袂去互相伤害。上帝唔简单，互人爱甲伊
建立好的关系，伊也互人律法，爱保持人甲人中间的好的关系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吼，袂通干那管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同时也爱看四周围兄弟姊妹的需要，因为这是上帝美好的心意。所以10条诫，大家是咱甲上帝，咱甲其他的人，拢爱起做建立好的关系。亲像主耶稣基督咧教示咱，主耶稣基督讲，上界大的诫命是啥物？主耶稣讲，上界大的诫命是，你要专心、专情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是第一条上界重要的诫命。第二条也相款重要，你爱听主边，亲像听家己相款。所以耶稣将这个10条诫命来浓缩，变成做上界重要的诫命，听上帝佮听人。咱今仔日来看10条诫命，咱们先将焦点放伫第一条诫命。首先，咱先来看第一条诫命是啥物货。第一条诫命会当讲是上界重要的诫命，因为这条诫命是其他诫命的基础。咱来看这条的内容，伊是安尼对咱讲：用上帝讲，除了我以外，恁袂当有别的上帝。这表示上帝是一个独一的真神，除了伊以外，无搁再有别的上帝。这个显明上帝绝对的权威性。伊对咱来讲有3个真重要的意义。第一项，伊咧对咱讲，这世间无有任何的生命关过咱所信仰的上帝，无任何上帝的权能超越过咱所信仰的上帝。伫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耶和华伫天顶立定宝座，伊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所以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拢是出自咱所信仰的上帝。这世间无任何力量会当限制伊。咱所信仰的上帝，伊无需要听别人的指挥，还是别人的命令，因为伊是至权的主。伫伊顶面无任何的上帝，无任何的势力。这是第一项意义。第二项意义，伊是在对咱讲，伫这世间无任何的生命甲上帝同等。圣经安尼对咱讲，恁将什么人甲我比拼，甲我同等，会当甲我比较，阮相款呢？咱毋通心中毋通有一个意念，掠做上帝只是正生命中间的一个，毋是安尼。咱来理解咱所信仰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伊超越所有的上帝，无任何上帝当甲伊同等，伊是唯一的真神甲主宰。这是第二项咧对咱讲。第三项，第一条诫命咧对咱讲，这世间无任何的势力，无任何的生命会当甲上帝比拼，无任何邪恶的势力会当甲咱所信仰的上帝对抗，因为伊是独一的真神。圣经对咱讲，上主咱祖先的上帝啊，你对天顶统治地面万国，你有大能大力，无人会当抵挡你。所以咱来明白，伊是至权无上的独一主宰，伊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永远伫地的上帝。所以这个诫命咧对咱讲，无任何上帝关过咱所信仰的上帝，无任何上帝甲伊同等，无任何上帝会当甲伊比拼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无别的生命。所以伊所讲的每一句话语，所颁布的每一个诫命，拢有绝对的权威性，袂当推翻。也因为安尼，第一条诫命正做其他9条诫命，甚至圣经中间所有教示的基础。咱追求这世间的知识，咱拢知影。咱爱去找迄个无同款领域中间，咱想要理解的知识中间的权威者，
咱去听伊的话就正确。咱若去找一个阿萨布鲁的，找一个毋是权威的人，爱讲真济真济，嘛无参考的价值。所以咱对安尼咱就理解，为什么这条诫命会放伫第一条？因为若无这条诫命做基础，其他的诫命就失去伊的权威性。若无这条诫命做基础，安尼上帝后壁所讲的这其他的话，只是参考看卖，无需要切实去遵守的。所以这条诫命因为遐尼重要，所以伊放伫第一条。这是咱来理解的第一项代志。第二项，有真济人咧读10条诫命的时阵，因看到第一条讲，上帝讲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有别的上帝。有人讲啊，我看到这条吼，我就看袂落去啊。讲恁所信仰的上帝，开遐尼阿爸，唯我独尊，只有伊是上帝，别人拢毋是。遐尼鸡仔肠鸟仔肚，遐尼矮细，你看其他宗教拢真宽广，广纳百川，啥物拢好，啥物拢尊重。有诶宗教看到一个石头较特别，就叫石头公，就对伊拜拜。看到一丛树显得较大丛，就叫大树公，就对伊拜拜。讲人爱安尼心性爱较快，毋通讲除了伊以外，无别的上帝，无别的神明。但是咱来明白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知影真理本身就有绝对性，有排他性。真正的真理并无宽大，真正的真理是绝对的，是矮细。好比讲，我对我的囝母亲甲母亲讲，你若知影除了我以外，恁无别的亲生老爸哦。叫边仔突然间走一个人走过来。伊讲，你这人还喊你阿爸，怎会当只有一个人做伊两个人的老爸？袂当，你心胸爱较宽大的。那安尼讲，我相信大家拢袂当认同嘛。因为真理是绝对的，本身就有阿爸的成分。譬如讲，咱知影数学有数学的真理，1+1等于偌济？等于2嘛。咱袂当讲1+1等于2，就讲2上过阿爸。应该爱互其他数目做看卖，应该爱互3做看卖，爱互4做看卖。当然袂当安尼，因为伊是真理，所以伊就是绝对性。佮举一个来讲，人会来讲生物学有一个真理啊，咱人爱呼吸空气才会当得到活。若无这氧气咱可能几分钟就死亡。你袂当讲安尼氧气像阿爸，上过独裁，无欣赏，所以我来抵制。我无要呼吸，无要呼吸，你就试看卖，无偌久咱就无命去。所以真理是绝对的，是袂当妥协的，是袂当被抵挡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对咱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有别的上帝。这是咧描述一个事实，是一个真理，所以伊就存在着绝对性。这是咱来理解的道理。再来嘛有人讲，那有讲除了拜上帝以外，袂当有其他的神明，那有这回事？阮相信加拜就加有福气，咱加拜就当加保平安，咱加拜就加一定的保障。所以真侪人叫做荒谬就拜，伊心中真惊讲我减拜一尊，就无被保守。所以身体健康爱找什么神明，要求姻缘爱找什么神明，要趁钱就去拜财神。毋敢若咱台湾人安尼毋敢若现代人安尼。伫新约时代、苏道时代，希腊人都有这款的想法。有一遍，苏道兄传记载讲，保罗到雅典去，伊就发现这个问题。伊发现希腊人什么拢拜。佮惊讲有拜袂着诶，所以因就设一个也毋捌的神也毋捌的神的祭坛，就伫遐来拜。心惊讲对一个神无拜着，无得到保庇。咱台湾人嘛是同款，因为加拜咱就加有福气。但是敢真正安尼？牧师问咱大家，
咱破病去找医生，咱的确会当去找一个咱会当信任的，感觉讲伊会当医治咱的医生，会当帮助咱的医生。伊开的药咱就照实安尼食。你无可能讲破病去找真济医生，然后这医生所有开的药用来吃咧。我相信，你身体不但无得到帮助，可能有真济败害。药丸毋是加食，就对咱身体加有帮助。咱来找正确的、适合的帮助咱的来食这药相反，信靠上帝嘛是安尼。咱来找迄个上介好的、上介真的上帝来敬拜伊。接续牧师要甲大家来讲，有真侪人拢认为讲律法其实是一种限制，但是咱来理解，上帝所颁布这律法，其实是要对咱有保护啦。咱看第一届，上帝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敬拜别个上帝。其实这诫命是咧保护咱，互咱会当对无共款的束缚中间去得到逃亡。因为咱知影，咱的人性是真脆弱的，咱的心常常会受到真济权势、金钱、声望、利益，这世间的物件会诱惑来摇动。撒旦魔鬼就是利用这种真济听起来看似就是死，但是其实是毋对的理论来说服咱，互咱会感觉讲，除了上帝以外，咱还阁有通倚靠的对象。咱就因为安尼受引诱、受迷失来沉沦。耶稣嘛安尼提醒咱，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伊毋是厌恶这个，介意迄个，就是看重这个，看轻迄个。恁无可能同时做上帝奴仆，搁做钱财的奴仆。当咱心中想要服侍两个主人的时阵，你的意念上、你的态度上，会产生真大的冲突。所以这条第一诫其实是咧保护咱，互咱清楚明白，去信靠迄个绝对真的上帝，这是对咱一种保护。所以第一诫其实是爱互咱明白讲，爱谦卑尊主最大。咱必须要学习两项。第一项，咱来谦卑顺服，咱来对心中愿意专心顺服上帝，互上帝来掌管咱的一切。顺服的条件，就是爱谦卑。谦卑就是知影家己不足，需要上帝的带领。圣经嘛清楚对咱讲。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要赐稳定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呢，家己谦卑落来，服伫上帝大能的手下。时间若到，伊得甲互你升官。而且，彼得前书的作者咧提醒咱，爱咱先谦卑落来，爱服伫上帝大能的管治下面，因为上帝欢喜谦卑的人。无欢喜骄傲的人，因为安尼，咱的生命才当产生迄个功效。咱愿意谦卑来顺服上帝。第二件代志嘛非常重要。当咱谦卑顺服了，咱就爱开始学习，专心去追求上帝的心意，想办法用咱的生命去满足上帝的心意。因为真明显的，顺服主人。就是爱听主人的命令。如果连主人所传达的指令，咱拢无法度听谈的时阵，咱命咱称作是上帝奴仆。那主耶稣基督嘛安尼来应允，讲既然接受我命令，而且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，听我的，我的老爸的确听伊，我也听伊，而且伊显明我家己。所以这段话其实是咧对咱讲两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咱爱听，而且爱照安尼去行，因为安尼咱的生命就得到保守甲看顾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第一诫，上帝对咱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有别个上帝，其实是咧保护咱，互咱伫伊的固守下面，互咱得伫伊的保守下面来得到完全的看顾。不是要来咱控制，也因为安尼，
所以咱明白这条诫命其实是一个福音，毋是一件律法。第一诫讲，除了我以外，恁袂当有别个上帝。其实是简单清楚点出，咱一生的兴旺的根基是起造伫正确的敬拜对象顶面，因为咱敬拜对象决定了咱的价值观、咱的生活方式、咱追求的代志，也决定咱永远的命运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除了上帝以外，咱袂当有别的上帝。这第一诫伊毋是一个冷冰冰的律法，伊是一项福音。伊咧呼召咱进入上帝的美好丰盛的中间，互咱无搁再互这世间一切的权势所捆绑，互咱能自由自在去享受上帝供应咱一切属灵顶面的丰盛。这是咱的真清楚明白。如果咱能遵守这第一条诫，咱的生命就得到迄个完全的自由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会听从阮领受你的话。主啊，今仔日你的话对阮讲，除了你以外，阮袂当有别的上帝。阮真清楚知，这是一项好消息，是对阮生命有利益的福音，是为着要保护阮，毋是要控制阮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有顺服的心。会当听叹你的话，也照安尼去行。透过安尼，阮领受祝福；也透过阮生命的见证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求主赐了信心愿望，甲丰盛的听心，帮助阮会当将这条诫命落实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领受祝福。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